暑期就嚟 ，TripLife 推出歐洲熱門酒店限時優惠，超性價比，一起嚟睇睇。一、感受地中海歷史文化，首選意大利羅馬香格里拉酒店，酒店位於羅馬歐園，距離鬥獸場、鮮花廣場超近，經典雙人間一晚，包雙人早餐，原價1578，限時驚喜價低至789。二、體驗夏日英倫風情，首選倫敦金絲雀碼頭東麗笙藍標酒店，酒店位於倫敦金絲雀碼頭，臨近比林斯蓋特市場、泰晤士河水閘公園，可以去 Scoff and Banter 餐廳享用英國菜、睇海景。高級房特大床或雙床一晚，原價2354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652。三、打卡法式時尚地標，首選巴黎中心貝西博爾曼酒店，酒店由國際設計大師譚迪遜打造，位於巴黎12區，充滿藝術氛圍。全新開業的餐廳提供地道法式美味，仲有恆溫泳池灘。高級房一晚，原價2324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710。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。立即點開評論區鏈接睇睇啦，留言你最想體驗邊間。